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出访帛琉，拄咧和帛琉的总统会属人会谈，嘛发表国会演说，强调台湾甲帛琉拢是重要的民主堡垒。南韩总统尹锡悦戒严令造成南韩大乱，讲要回失的煞无消无息，所强调戒严无违反宪法。美国北加州当地近海初5早起10点半是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沿海地区尚无530万人受到大海中风暴。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昨下晡访团是到帛琉，由帛琉的国务部长艾古斯亲身迎接。赖总统嘛甲帛琉的总统会属人会谈，伫咧帛琉的国会发表演说。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伫昨下晡到最后一站帛琉，由帛琉国务部长艾古斯伫机场接机，现场安排欢迎仪式。台湾差不多50个侨胞朋友也到机场，也欢迎标语热情迎接赖清德。落飞机了后，赖总统先去帛琉总统府甲惠淑琴总统进行相面会谈，佮伫帛琉国会发表演讲。台湾和帛琉都是对抗威权主义扩充重要的民主堡垒。我们也在气候变迁、教育或产业、观光等领域分享彼此的经验。总统表示，台湾要打造智慧永续新台湾，帛琉也为国会的数位化开始，带动国家的数位转型。接下来，台湾会与帛琉携手合作，改善国会的影音设备、治安防护，并且建设电子化投票系统，提升国会议事的效能，也让公民更方便参与，让帛琉的民主政治持续深化。帛琉总统惠淑琴伫致辞的时阵，是感谢台湾伫疫情期间提供的协助。I think we are here today. We celebrate the success that our countries were able to achieve in limiting suffering to our people and getting through COVID. We are truly blessed for the friendship, the equipment,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all that Taiwan was able to help us get through COVID. 惠淑琴伫赖总统来进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中国爱了解，因应该尊重帛琉主权甲帛琉选择朋友的决定，要做帛琉的友伴，不应该用强迫的方式。赖总统离开时阵，特别甲惠淑琴的爸爸握手致意。总统也是会甲惠淑琴到阵去马拉卡港参加代表海上救援联合操演。今年3月才落水的各族婚姻男特别去帛琉参加这摆操演。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日暗时过境美国关岛，关岛的总督古雷鲁邀请伊做伙食早顿。赖总统是正做咱台湾头一位入去关岛的总督官城元首。另外，这赖总统就任了后，嘛是头一届甲美国的众议院的现任议长张森讲电话。很近日会办到国的场合，向咱的国家地点是伫美国关岛总督官舍，要款待出访回程过境的赖总统。关岛总督官邸曾接待过多位美国总统，包括雷根、尼克森以及克林顿，还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以及柴契尔夫人。而赖总统成为我国元首第一人。关岛第一位女总督古雷鲁入场高度友台，致辞感谢台湾对关岛的投资，加强客接行，希望双方加强在经济、医疗等各领域的合作。Today is not just a celebration of what we have achieved together, but a reaffirma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a shared future. Let us continue to build on the strong foundation of trust,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that defines our relationship. 关岛和台湾都位处印太第一岛链，共同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应该要更紧密地站在一起，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赖总统特别点出台湾甲关岛的印太战略地位，因为关岛是美国伫太平洋的军事要地，也被形容是美军对抗中国威胁的上前线。赖总统踏进关岛议会殿堂，创下我国总统过境关岛的突破纪录，更是以行动凸显台湾与关岛的关系紧密友好。
to mark this occasion. 议长送赴咱的国旗、关岛旗的礼物，佮送议会通过欢迎罗总统交付友好国旗文。其实关岛议会已经连续4年通过友台国旗，包含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甲联合国气候变迁公约公约，也每年祝贺咱的国庆。罗总统佮把握过境时间，加强好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生通电会，时间点伫川普胜选了后，特别引起关注。赖清德总统在过境关岛时，电话与视讯了数位美国国会议员，他们表达了跨党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希望未来持续深化台美关系，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参上宴请超过300位侨胞，赖总统快闪关岛过境不到24小时，力求在出访期间深化台美关系。以上是公视协配员方俊怀在美国关岛的随行采访报道。陆军269旅昨日在屏东连用操演，包含海巡火箭弹、空军 IDF 战机拢到位，各种战车嘛是大射击。另外，罗总统是预计下暗就会回来到台湾，不过外国媒体是报道讲，中国这2天有可能会搁发动军演，甚至有专家认为讲，反射罗西亚的做伙行动。放火焰大了后，就随立场 IDF 经过核战机车5出现伫屏东的空中，陆军269旅第3军基地开始连用操演，包括陆军航特部、空军拢投入兵力做实弹操演，严正协同作战的能力。战车炮射击精准弹到白色衣裤内面的目标区，扫落来，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入台发射海巡火箭弹，增强大火力。敌军高速的主力战车小连续进场，用这大火力压制敌军持续对头前推进。现场的炮声无断过，浓烟一阵一阵冲出来。这边连用操演一大重点，各做的无级无人机参演，会当自主起降耐风立击，伫空中时间超过1点钟，作战范围到30公里，会当用伫山顶山坡花情感钟，随回团战场的影像。监察院其实有提出报告说，我们这个摩羯无人机的功能还有性能并不十分的理想也就是说我们国军还要投入更大的心力在无人机的应用跟投入实战方面。在操演结束了后，真侪车城的民众是排队去山顶，动作正熟悉在捡枪支壳，有的人佫家己准备吸铁，因为这枪支壳会当卖上100块，互当地居民加减会当赚一寡。加减老人总统罗清德出访，暗算初6登来台湾。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讲中国恐惊伫8、6礼拜对台湾发动军演。国防部初5发布，侦查到中国军机9架次，其中6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西南空域，加上7架次的军舰、2架次的公务船绕台。另外，国军嘛掌握到中国军舰辽宁号的动态。在俄乌战场，中共对俄国提出相关的这个外交，还有就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么在太平洋这边，俄国就出动海军来替中共就是撑腰，来展现他们所谓这种地缘政治上陆权国家的合作。针对罗西亚的创水艦真正是出现在台湾东边的外海，苏志云分析无排除中国军队和罗西亚做伙行动。罗德文表示讲，台湾必须防范中国搁一摆演练封岛，切断能源进口的性命线。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美洲，美国北加州的近海，当地初5早起10点半左右，是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加州、俄勒冈州的沿海地区，上无是有530万人受到大海中警报。这加州不少驻地单位是赶紧甲民众疏散去地势较悬，也是较内陆的所在，经过点外钟才解除紧急状态。海岸边的公路车辆排甲真长，离海岸较远的球场嘛，组织真侪居民。美国北加州近海伫当地初5早起10点半外，发生真罕的看到的规模7.0的强烈地震。互当局对加州、俄勒冈州大片海岸地区至少530万人发布海啸警报。I think the warning was issued in this case because it was a shallow earthquake, so there is slightly increased potential for tsunami genesis if that earthquake is able to result in significant shaking all the way near the surface. And then also there was at least some vertical displacements.
根据 USGS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讯，地震发生在当地早起10:44分，地央是在加州佩特罗利亚西北边，差不多63公里远的太平洋海面。震源深度只有600公尺，和真侪所在拢感受到强烈地震，连几百公里外的旧金山居民拢感受到地震的威力。这个7.0的地震，嘛是加州在1906年有地震的记录以来第12强的地震。因为了后阁发生几来届余震，和真侪地区的驻地单位，紧急疏散居民到地势较悬的所在，也是更较内陆的地区。加州州长纽森嘛伫第一时间签紧急状态声明，疏散居民，嘛互联邦政府的资源会当快速转移到沿海受影响的地区。I just signed off on a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ation that will allow us to provide more resources, provide some of our National Guard resources as needed, access to state fairgrounds, waiving som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for that part of the state. It's 外国媒体 BBC 报道，这是今年全球第9届规模达到7.0的强烈地震。地震造成加州红堡郡差不多1万人无电通用，好在地震无造成人员伤亡，也是大面积的震灾。而海啸警报嘛，伫1点外钟了后解除。大气科学家史温表示，这个海面上可能阁有无稳定的海流、海涌，提醒民众暂时莫去海边活动。同时阵嘛无排除阁余震发生。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在野党要弹劾尹锡悦，是在南韩的历史上第3个面对弹劾的总统。执政党被看到这款压力是宣布的团结抵制弹劾，不过嘛要求尹锡悦都要退党。 준비 없는 혼란으로 인한 국민과 지지자들의 피해를 막기 위해서 통과되지 않도록 노력하겠습니다. 面对了大在野党启动总统弹劾案，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初五宣誓会团结抵制。目前本案也需要8个执政党籍的国会议员换过来，才有可能通过。党魁韩东分析讲，国民力量党无支持戒严，也被为总统违宪的做法讲情，因先提好李。 당대표로서 대통령의 탈당을 다시 한번 요구합니다. 尹锡悦是南韩第3个互人发动弹劾的总统，目前唯一一个互人弹劾成功的总统朴槿惠，在2016年12月，因为收乌西钱，佮建在伊的好朋友崔顺实干涉政治的听闻，互国会弹劾。真生气的示威者组织伫个公化面前，即攻击人的场面真大。反当年宪法法庭通过弹劾，伊落台了后，随互人关。 案件2020年庭审，互人重判20年。尾仔伫2021年得到前总统文在寅特赦，毋则出狱，拢总共关5年。当年调查相关弊案，甲朴槿惠送入监牢的，就是迄个时阵担任总检察长的尹锡悦。这个做法也成就伊的声望甲政治资本，到尾才会当入主青瓦台。啊，毋过即马为着坚固权力，宣布戒严，搁再引起民众激攻抗议，也有可能是第2个互人弹劾落台总统，甲朴槿惠的命运真共。 伫搁较早的2004年，罗武宪总统也捌因为亲信涉嫌收乌西钱，去互国会弹劾解职。后来宪法法庭改变这个决定，伊才会当转去青瓦台做完5年的任期。啊，毋过边境人权律师出身、提倡清廉政治的罗武宪，2008年卸任了后，煞互人压讲，伊的家后甲后生伫伊做总统任内涉嫌收600万美金的乌西钱，去互当局调查。虽然一再否认收钱，啊，毋过也是面临沉重的压力。到尾伫2009年5月跳伞砍自杀死亡，留落有好有歹的评价。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年3月，台北市议区宝林地色因为帮客咧耍食食中毒，6个人死亡。台北市政府是讲，其中一个外籍受害者已经调解成立。另外，这市府嘛甲相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讨这市府先甲因斗出的984万医疗费用。 宝林地色帮客列酸食品中毒事件发生较大，其中一个外国籍受害者死亡个案，家属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来申请消费者争议调解。经过4场调解会议，拢总3个月，搁因为牵涉到百货业者美食广场的保险责任分配，另外开10外场保险理赔争议的研究会议，保险公司同意启动相关理赔赔付机制，顺利调解成立。我们有先达成第一类的。 第一案的死者、被害人的家属有跟业者还有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好，那目前和解的内容已经送法院核定。
台北市政府表示，本案针对伤亡者发出24万慰问金，来加速机票也加留伫台湾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会拢先支付。对于4个住伫嘉义病房的个案，市政府支付的984万，已经伫10月底向宝林地社也加相关单位提起求偿的民事诉讼。相关业者甲保险公司也已经表态会配合。这笔费用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也绝对是在代位求偿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整体后续的一个这个赔偿的支用当中来讲的话，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来偿还这笔费用。消委局表示，本案6个死者的家庭状况无同，有个案是家庭主要劳动人口，也是经济主要的负担者。未来其他个案，若是到调解过程，会依照状况甲保险公司协商。若申请市政府调解庭事，甲参与消基会团体诉讼是独立的庭事，会当同时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立法院将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民进党的立委郭玉静说是指控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过去是要讲这养子是外人这款话，是去互陈昭祖批评讲黑白生话。今日郭玉静是东边会室的双方和解。不小心的去把网友的对于陈昭之委员他的发言的意见误认为是昭之委员他自己说出来的话，跟陈昭之委员就是致上我最深的歉意。郭玉静当面甲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会室内，并且献花。代志起因是初5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议人工生殖修正草案，郭玉静指控陈昭祖捌公开讲养子对我来讲有关是外人的言论，连得互陈昭祖批评是造谣。不过初6两个人大和解。我陈昭之接受郭玉群委员诚心的道歉，我愿意郭玉群委员分享我的人生。那我这样希望这件事情赶快风平浪静过去。郭玉静重新强调讲，未来的言行更加谨慎。陈昭祖是甲家己20年前写的册送予郭玉静，希望郭玉静会当更加了解家己推动代理孕母法制化的原因。不过陈昭祖也为家己讲，圣母玛利亚是代理孕母的发言，搁在公开会室内。如果这样的类比跟比喻，如果有冒犯、伤害到任何教徒，向大家道歉。而且不会再引用。我对代理孕母的立场其实没有改变哦，就是说这个是姿势体大，那我们希望是跟人工生殖来做这样子的脱钩。卫福部5月预告修订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甲适用的对象由即马未生的翁仔某扩大到共性的配偶、未婚的单身女性甲代理孕母。不过受到妇孺团体的反对，卫福部长邱泰源初5搁再表态，表示无牵连代理孕母的版本已经咧行行政的程序，经过性平会审议了后，按算12月底送到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台南北区北华街有11户因为边仔建案施工厝全起起，这建商是补贴租金，或者的居民先细厝搬出去。不过，这寡厝害起是要安怎处理？受灾户甲建商是超袂好势，建商即阵是讲无要阁协商啊，要直接拍官司，互法院来判，甚至阁放条讲无要阁补贴租金。台南市北区北华街有11户，今年4月因为隔壁建案施工，害内厝起起厝起，有安全风险的住户全部暂时搬走。经过半年协调，受灾户甲建商到单有关系敲袂成，对方就直接给的答案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它不扶正，不做扶正，而且以不做损害赔偿。然后如果要收购的话，如果对方收购我们的屋子50万一坪，地坪50万的费用来收购我们，可是你一坪50万的费用，你是远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不符合啊！因为我假设好，我真的卖它，我去住哪里？受灾户搬走了，细厝是建商的补贴。建商原本是要甲隔壁有影响到的11户拢总买了，不过有部分的住户对介绍无满意，协商破局。即马阁有风声讲业者无要阁补贴租金，甘愿行官司，等法院来判赔。一定都有列管在案。那我们要求建商呢，要提出工地的改善计划，以维护这个公共安全。目前在诉讼之中。建案停工对民众诉求暂时无回应，干务局强调，这个建案已经列管，后续等待业者提出改善计划了后，才会开始个动工。受灾户会当考虑向社会局申请协助安置。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的警方这礼拜是咧加强掠抢红灯的，竟然是3天就开出1800张的罚款。这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在外，遵守青红灯是上界基本的。路口已经红灯车拢停落来，骑红色乌多摆民众无看交通号志直接倒弯，警方也看见显随界处理。红灯呢？你往盖回下没？红灯正话，或者是撞过红灯违规乌多摆，拢互警方查入来开罚单。这个月初2到初4，针对弄红灯的违规行为，屏东警方执行严格处理，短短3天内就开1779张的罚单。专案期间计取缔违规1779件，闯红灯涉路事故计发生2件，造成2人受伤。年尾要到，警方强力执法，因为根据屏东县警察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11月弄红灯违规案件有31600多件。和去年同时间来比，已经减少5789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警方强调，严格执法是为了要改善不良的驾驶习惯。强力执法造成这个民众荷包失血啊，也不是很好啦。应该是宣导跟执法平衡一点。支持取缔。我自己的话就是也会小心避免，就是自己犯这个错。那汽车撞过红灯的违规行程无遵守号志，无行过路线，造成伤亡事件。屏东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10月也有378件。警方也拍宣导片，提醒民众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这婚姻馆是全台湾正罕见，路边停车唔免收停车钱的。不过这停车加算是长期去互占去。施工修法了后，目前斗六好买一寡路段，路边停车是已经爱收钱啊，而且是无开纸本的销单。不过安尼民众就惊讲会去立无条。施工这阵好买公司就答应讲会甲厂商协商来解决相关的问题。云林好买市区过去路边违规停车的乱象真多，为了要解决违规的问题，好买镇公所为今年5月试办伫咧新生路、中山路、甲文化路3个路段路边停车收费开电子销单，但陆续民众反映停车了无法度随看停车钱有偌济，烦恼会闹交气。车号异常，好，确定。所以这个是无法缴费的。现在停了啊，多久以后才会显示在你的？通常都1个礼拜。我要1个礼拜后。有民众表示，伊用白订 ETC 信用卡自动扣款，袂特别注意扣偌济钱。也毋过，嘛有民众质疑，这个路段1点钟收20块，也毋过伊顶个月煞互收30块。单据顶悬嘛无写停车的时间，质疑可能互超收费用。而这部分我们公所都陆续都会有一些那个澄清电话进来啦。然后这部分的话，我们都会依个案就是去跟那个系统商做一个对接的动作，看是不是真的有超收的状况。他如果有超收的状况，会依规定就是退回给民众这样子。好买镇公所表示，最近确实有接到不少民众反映停车收费的问题，后续会照电子摄影机启动收费的时间为主，若有超收就会退款，卖甲厂商协调沟通，互民众要离场的时阵就会当随纳钱，互使用者更较利便，也避免有闹交的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有内有山鸟鼠是偷错珍贵的树啊、黄麻。这警方是伫咧现场捡到一张发票，就照这条线索掠到姓张的主嫌等10个人，全部拢甲移送法办。警方甲林业署护管员就山伫新北市乌来区林班地树林内底找到不法集团偷错的台湾黄麻树。好，1块、2块，先扣起来。保质总队今年3月接到林业署新竹分署的线报，林班地有几啊沓台湾黄麻树去互偷错。警方伫犯罪现场以外找到一张发票，对查点头甲监视器，各用车去找人，总算掠到以姓张的嫌犯为主的不法集团。10个成员分工有路，先分别就山去偷错树啊，甲茶厂伫山林内底，再搁分配挨落山闪警方追查。今年的6月份开始到9月，嫌疑人就开始多次组团上山盗采国有林木，他们会先前往乌来的林班地盗发台湾肖楠，然后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会先将木头藏匿在森林之中，之后再分阶段背下山。新竹分署表示，台湾黄麻树是一种法定贵重茶，生伫低海拔的山壁，因有特殊的香味，茶的分离有路色水变化侪搁正定的特色，介绍好才会去互不法集团偷错。窃取这些林产物的话，会涉及到森林法52条，会科以1到7年的刑责。若是
窃取的又是贵重物的话，会加重刑责1/2哈，然后可以100万至2000万以下的罚金。除了现场查到6袋黄马秋茶，另外也伫北部价品店找到其他证物。林业署统计，互因偷出价共2204公斤，损失330万。专案照涉法新林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那起诉了后，林业署也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甲被告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拉丁美洲友邦巴拉圭暂时宣布甲中国的外交官市委赶出境，因为这个市委是干涉因的内政，煽动巴拉圭甲咱台湾断交。咱驻巴拉圭的大使嘛发声明谴责中国，小想要破坏两国的关系。中国外交官市委出现伫巴拉圭国会，佮游说议员甲北京建交，要巴拉圭政府赶紧做出正确的决定。Ahora casi no hay comercio o exportación de Paraguay directa a China. Es una gran lástima. Los paraguayos están regalando su ganancia a intermediarios, pero con relación diplomática con China, ustedes pueden ganar más. 巴拉圭是咱伫拉丁美洲唯一友邦，市委原本是去巴拉圭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会议，却无去，反倒但走去首都亚松森的国会，煽动巴国放弃台湾，引起外交风波。巴拉圭外交部透过声明撤销伊的签证，宣布伊因为干预政治，被列为无受欢迎人物，24小时内爱出境。巴拉圭长期伫外交支持台湾，被看作是阻碍当地农民对中国出口粮食的主因。不过，外交部长11月底访问台湾接受专访时，佮表示支持台湾的立场。Paraguay is ope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consular, or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out conditions. We don't accept any condition to break our relation with Taiwan, to have rel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of principles. 中国外交部还未有回应，但驻巴拉圭大使馆是透过社群媒体声明，谴责中国是要破坏台巴友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市委或者是中国外交部的评论，拢无法度改变这事实。中共政权唔捌也无可能代表台湾。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法国总理巴尼耶瑞国倒台了后，这总统马克龙就发表上新的谈话，表示讲伊是继续做到2027年结束。这几天伊就会任命新的总理。这头一个任务就是通过特别法赶紧通过预算。法国总理巴尼耶找5去总统府，爱丽塞宫向总统马克龙请示。第5国和无信任动机，常常看到政府因为无信任倒台，说是为1962年总理庞毕杜了后第一摆，巴尼耶也加做任期上帝总理。马克龙了后发表讲话，表示为今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继续势力提悬了后，真侪政治领袖拢有说到今年秋天会有无信任投票，这是事实，也是家己的责任。C'est pourquoi je nommerai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un Premier ministre. Sa priorité sera le budget. Une loi spéciale sera déposée avant la mi-décembre au Parlement parce que l'extrême droite et l'extrême gauche se sont unis. Dans un front anti-républicain, le mandat que vous m'avez démocratiquement confié est un mandat de 5 ans et je l'exercerai pleinement jusqu'à son terme. 当地第8日有集会罢工，抗议帮国门裁员甲预算减少，也有了新政府也是可能无理解因的生气甲失志的感觉。I don't have any illusion that a new government will help. 法国陷入半年来第2摆重大政治危机，佮因为真大预算红字陷入困境。因为在国会当中无多数受惠，即摆已经有爱马克龙落台下势。为伊演讲当中，因知影伊固执事实，伊爱赶紧在年底进前任命总理，佮由新政府提交新预算案国会审查。在这样紧迫情形之下，19进前提出特别措施，方便未来实施预算案。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试是通过中国的提案，把这古历的存在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这入选的也有日本的成就。国会通过农历春节入选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每年会大春联食团圆饭到早春，这系列活动，北京当局用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为名义提出申请，各地就通过。我们将继续认真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断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同时
申报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非遗项目。台湾南韩越南等所在拢有过农历年的风俗，所以进前就捌传出将春节的英文为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 改做农历新年 Lunar New Year。在北京当局这摆申请特别用 Spring Festival 来闪避争议。目前国际上有777个项目集选，中国44项是各国第一。同时集选的还有台湾人才熟悉日本清酒。日本代表团表示，这是向千年传统致敬。It means a lot to Japan and Japanese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sake making. And it's a great news for them in the sense that would help renewed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sake making, both from within Japan and outside Japan. 就算消息传回日本，鼓励当地清酒业拢提杯啊庆祝。其实日本料理自2013年都用核心名记正式纳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摆清酒各集选也反映日式饮食深受国际肯定。Sake is re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Japa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like wine, you get it from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It's not exclusive to one country, but sake, you can say, is exclusive to Japan on itself. So we want here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culture from food and drinks. 今年甲春节清酒斗阵就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有巴西白起司、加勒比海木翅棒、甲巴勒斯坦橄榄油所文等45项。未来会继续透过保护甲关注，互人类文化遗产更加丰富。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咱台湾上起升是2003年的时阵，伫咧桃园发现红火虾。即阵这红火虾的范围是已经拓到新竹甲苗栗。这专家就提醒，红火虾主要是靠人为咧搬锁，亲像是搬载搬土，拢有可能会甲红火虾带去别位。所以讲，就提醒观众朋友，若是有发现狗虾受到，要赶紧通报，较早防治效果就较好。为咗民众伫运动散步，详细看桃园市中立基捷 A20兴南站附近老街溪步道边出现真侪狗虾兽，嘛插满密，竟是红火虾的黄色鸡啊！就蛮大片啦，都不夸张。红火虾2003年上早出现伫桃园，受害面积嘛上大。红火虾对环境适应性真强，真歹消灭。市政府逐年骗5000万，国买药剂，聘请人力来防治。今年下半年头一届伫大溪区使用无人机压制90公顷的防治面积，一天就会当完成。传统耳机呢，它主要是靠人力那要透过纱布车跟动力的散布机，那一旦地形受阻，就不容易进入，会成为一个防治的缺口。火蚁还很厉害，它会做蚁伐，就是遇到水的时候，它就一群结在一起，变得像一个小木筏一样，它就顺水流，流到哪里它就登陆了，它就有办法另外再做一家。桃园红火虾发生率去年降到17.2%，有明显的改善。不过入侵红火虾危害范围扩大，较早南方线伫新竹县，即摆已经刷到苗栗县。专家表示，红火虾是靠自然飞线生团，速度慢，主要也是人为扩散，像知影也是土角的移动管制上重要。嘛提醒民间爱积极通报，狗虾兽形成早期发现，防治效果上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雄这运黄线是要渡境，这林雅区的清洁队办公室就要拆掉所位，42台奔扫车就要暂时先停去凤山的停车场。这路途一抓就有5公里远，来回40分钟，怎去牵到清洁队员的休困时间？环保局长就答应讲，会赶紧去找适合的所在，或者队员唔免遐尼忝。粪扫车逐工中昼伫咧林雅市场收粪扫，清洁队员伫咧车边将压淡粪扫的速度，就是爱准时去到后一个点。这撮粪扫收煞了后，粪扫车爱搁驶5公里远，甲车停到凤山的停车场，安尼才通休困。因为林雅区的清洁队办公室被刷走、被拆除，目前林雅区72台各种粪扫车甲清洁车暂时先停伫咧南凤山的清洁队。你要放地啊，人上有土地通互你放，这地点无迄落
土地啊啦。负责市区的清洁人员甲本所车，若要休困，就爱去凤山，来回上无爱40分钟。议员接到里长甲队员的申诉，有时啊人员就将本所车临时停伫咧路边休困，若无就利用在本所去焚化炉的时阵休困食饭包，准备后一抓收本所的工课，有影真辛苦。议员黄文义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表示，环保局向代替南区供应厂租8个临时停车位，共款无休困的空间。凤山停车场离我林雅区其实是有点距离的，不便休息、不便作业都非常不方便。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所有的土地里面盘点出来，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可以休息？可以停靠，也可以办公。司机没有一个地方休息，我们会尽快去找一个备案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寻找，说看看在林雅区这边有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个机动车辆去停的地方。因为配合路径，林雅区的清洁队主本的所在爱拆除改建，目前还未找到适合的用地。环保局长指出，在咧林雅区要找到有够大的停车位，实在是真恶找，会赶紧找到所在，卖互清洁队员无用四界走踪。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对刚毕业的少年人来讲，进入工课场的前半年是决定要行对一道的重要时期。根据在人力银行调查，今年6月毕业生到即阵是已经有挖近50%换过头路。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薪水无满意。也若是对头家角度来看，超过50%的企业是较介意有实习经验的，安尼就会较紧熟手。解说拍车链动作技巧，因为受教育学程，明年初才为舞蹈系毕业的林先生，伫舞蹈教室做代课老师，搁做临演增加收入。因为练舞了后，2年的经验得到心得，因为做兵退伍了后，做整骨整合的头路是袂歹选择。我想去学整复、推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我发现在从小。不管跳舞也好，甚至很多台湾现在很热门的运动也好，受到很多的身体的伤害。国立大学毕业的抓抓，是为大学2年开始就拍拼参加电影产业的实习机会，充实家己。也因为伫这过程，可以找到一份做科技公司行销的头路，有4万以上的起薪。他给我的薪水大概落在4万5到5万之间，所以我个人是蛮满意的。然后他们也有跟我说，是因为基于我过去的经验，所以他们愿意给我好的薪水。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今年毕业的社会新人，将近5成已经换过头路，各有3成是换第3份头路。伊不满薪水上主要原因，平均起薪是31650块，这是甲新人噩梦摕到的将近3万9有真大落差。第一份头路以资讯科技业、餐饮大小业为主。寻求学长姐的经验或者是意见是非常好的一个协助，可能要了解这个职务它的职能自己是否符合，然后过往的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历可以凸显自己的优点，那这些放在履历或者是面试的时候拿出来用都是加分的选项。调查发现，超过50%被受访企业特别介意有实习经验的求职的人，因为因较紧记者工作需求、熟悉职场文化，甲有实作能力。建议伫学校的人透过实习这机会自我认知，这样伫竞争激烈的求职市场当中，真紧就能找到头路。记者综合报道。都会区人口较济，军人甲警方拢有多次加急，即阵有新北的市员，就望这政府是会当甲社工斗争取加急，或者人才会当留落来。也若是社工工会是强调讲，除了提高因的薪水，改善劳动环境，减轻心理负担嘛真重要。社工协助送饭，互行动无方便的人陪伴伫因边仔，互因生活上的支持。毋过，亲像新北市人口超过400万人，人口济，社工的业务可能也对咧增加，造成社工的压力大、负担重、流动率悬。有新北市议员要求新北市政府提出对策。
我们也希望跟向中央这边来倡议，在我们以人口数这样的一个累计的一个情形之下，可以考量在新北这个都会地区人的压力，就是人口数比较多的这个区块，可以给予相应的这个都会加给的一个协助。新北市社工科科长表示，因为伫北部生活成本较悬，以新北社福中心的状况来讲，有的菜鸟仔社工会考虑转去故乡服务，就会当先税储钱。所以新北市政府有按算向中央争取比较军人警察有多次的加给。除了替社工加薪之外，社工的劳动条件跟劳动环境，还有社工的整个精神心理的负担，这些东西都是一起要被处理的，不然你只有加薪，一样是留不住社工，因为现况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形了。工会表示，唔但新北高雄，全台湾各县市拢有社工人口流动大这款问题，这是规个社福界爱去检视的。因也强调，社工是对人的工课，爱随时面对无同的状况，各有服务对象的情绪。目前社福界拄到真大的挑战，就是少年人无愿意来做，愿意做的佫做袂久，人才短暂的问题，建议政府提供佫较完整的教育培训来解决。记者张家佳、谢桂玲新北报道。主计总处昨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这年增率是2.08%，又搁冲到2%这条通膨警戒线。其中这厝税指数起的幅度是来到2.66%，是这1996年6月以来上开悬的。在服务类的部分，房租的涨幅比较大，居住类上涨2.32%，主要是因为房租上涨2.66%。再加上电费以及住宅维修费分别上涨4.48%以及3.17%。房价呢是持续的呈现上涨的一个态势。先前不管是成屋或者是预售屋，它的房价的表现，那么所以当然对于屋主来说，也就会有顺势调高这个房租的一个动能。所以短期间看起来，在这个房租的部分，可能依旧还是会持续处于在高档。那这买厝价一直在起，这厝税嘛一直欠悬。主计总处就表示，这厝税指数今年6月就要起2.6%，这11月又搁扩大。厝税一起是甲物价、厝价、修理的费用、甲利息拢有牵连。短期以来，这厝税要等候卖去遐凶，恐惊是无解可能。财政部伫咧10月底公布这分段发票抽奖活动得奖的名单，所以现有4个人是得几两个奖，引起质疑。这财政部就承认讲是这抽奖的方式规划无好势，即阵司法已经咧调查。这消费者的文教基金会就建议讲，若是政府要办抽奖活动，就要主动公开定性码，民众才会承认。财政部前一阵办理分段发票的抽奖活动，吸引真侪消费者参加。不过抽奖结果煞有4个人中获到大奖，引起争议。消基会表示，虽然财政部后续有召开记者会说明，也是建议财政部公开这届抽奖的定息码，予公证单位检测。后的这个抽奖，财政部应该要把这个怎么样取号、怎么样兑奖啊，这个核心的部分的程式码啊，把它公开出来。这一次台北国税局没有能力来检查这个程式码的逻辑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更不敢期待其他县市的国税局是不是有能力做到。消基会表示，针对这届事件，因也有向消费者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5.4%的消费者对财政部的说明有疑虑。他应该要制定一个那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检测，然后的话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让这样子的一个抽奖的这个机制的话不会沦于说像这个黑箱，否则的话那个民众的话对于像这些资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那个运作的话会丧失信心。财政部11月初有开记者会说明，得奖的人不是内定，因若厂商敢有牵涉不法，已经进入司法调查，有结果会对外说明。消基会是强调，政府举办活动上重要的就是公开、公正、透明，呼吁未来政府办理抽奖活动，都应该主动公开定息码，让民众信任。记者张家佳、柯敏哲台北报道。中华劳处国小是邀请县内传统工艺装布甲纸模的保存者郭金忠老师来教学生传统的工艺，是要把这挂工艺运用伫咧生活用品当中。
有招财进宝，都因为惊，阁有破脸、洗头，这拢是学生囡仔利用插线做出来的作品。中华馆乐处国小邀请馆内传统工艺技术保存者郭金忠老师来教学生插线甲画面谱的技术。头摆学插线，囡仔人就讲，这项功夫真无简单。老师的作品足水的，但是家己做就无遐尼简单。我以前伫咧庙会看过洗头，即马有机会会使用较细粒的洗头家己做，我感觉足趣味的。郭金忠艺师13岁就开始学洗啊，是中华馆无形文化资产装布甲新上纸布技术的保存者。除了制作传统新上布箱，嘛甲传统工艺套入伫生活用品当中，并写传承功夫。嘛甲拆开，伊内底工艺是挂着雕刻、插线工艺，甲咱彩绘工艺，拢是咱生活中可以各种物件拢通去运用着，互囡仔去学习着这工课，去训练伊的双手的平衡加这个稳定性。经过这个课程之后，我感觉囡仔就有自信的，就有自信的会当个完成一个作品会当做一个展览这对囡仔来讲，这就是学习历程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学校表示，学生原底拢是伫庙寺看到新相，无进一步认捌装布的眉眉角角，透过插线课程，会当互囡仔人了解，其实传统工艺的应用真多元，混看因的艺术视野。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英国的国王合唱团当年拢去世界各国巡演，今年因是咱台湾的南投稀地布农族的部落，拜访一寡原住民囡仔组成的合唱团，用这歌声甲囡仔交朋友，嘛，互原住民的囡仔伫咧互动的过程当中，学着无伴奏的演唱方式。这首布农族的拍布仔歌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经典歌曲，不过这回煞掺一寡大人声，真足甲看，原来是英国的国王歌手合唱团拜访南投稀地乡的布农族部落，用歌声甲囡仔交朋友。I mean, I think it's just so special how good these students are at connecting with their audiences, how much feeling they're able to emote in the way they stand, in the way they smile, in the way they make tone. There's so much body and so much life in the sound, and that really, really moves us as the audience. 第一届侵入台湾原住民部落，国王歌手唔但参囡仔做伙唱歌，也斗阵耍球。也若对部落囡仔来讲，透过这摆的机会，因也通去了解什么是人声无伴奏的合唱，对交流当中学到无共款的表演方式甲唱歌的技巧。觉得很开心有这机会可以听他们表演，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流，我根本就不知道国王歌手这个团体。音乐交流之后，我觉得小朋友会收获很多，因为他们是完全人声的合唱团，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一个合唱队伍。参英国国王歌手合唱团交流，有影是真特殊的经验。这当中的点点滴滴也会翕做纪录片，透过网络把原住民的文化特色传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徛哥因为生态地环境真歹，拄着保存的危机，已经被列做非常危险、强要断种的物种。即阵这南非的徛哥保育中心是当每册咧护育，嘛会照顾一寡受伤也是破病的徛哥，等他因恢复健康了后，才搁甲因放出来。这款徛鹅有会伫咧水边边淋水，维持晒个遐晒日头。不过暂时天气正冷的南极，这款徛鹅是生活伫咧非洲的非洲徛鹅，这是南非的徛鹅保育中心，专门保养照顾受伤破病的徛鹅，等因恢复了后，再个养放。It was great to see this, the center that do so much help for the animals that are threatened by the human activities, and also give them a chance to be back to the wildlife. And also we need to do a lot o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非洲徛鹅的学名是斑嘴款徛鹅，也叫做南非徛鹅。保育中心讲，身体无好的徛鹅拢会上花，走去附近的街仔路，避伫咧车下骹，因逐礼拜拢派志工4月巡逻，抓
即款破病的徛鹅送去南部非洲沿海鸟类保育基金花病治疗，结果送来保育中心照顾一直到好势。The fact that they're not only endangered but critically endangered, it's a sobering thought. It really is. But I think we need to look at places like this and you instantly realise, wow,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orking tirelessly to keep this species going. 虽然即款兽医甲志工正努力伫咧护养即款非洲徛鹅，不过 NGO 非政府组织国际鸟兵统计资料显示，非洲徛鹅数量即马即间剩无到1万对，甲1991年42500对比，减超过7成。到2035年，生活伫野外非洲徛鹅可能会绝种。所以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就将非洲徛鹅列做濒危的物种。I think it's certainly a wake-up call when an animal is placed on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It makes us all realise just what a dire state we're in. Our icons of Australia, the koala, were just placed on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南非国家公园的海洋生物学家艾利森科克讲，非洲徛鹅数量减少原因包括食物无够、气候变迁、暴动、掠食者、疾病、石油化漏等真侪原因。不过上大威胁是营养无够，无法度找到有够的食物，所以真侪徛鹅就袂生。自今年1月开始，南非政府对国内6个徛鹅的生态地实施10年的商业捕猎禁令，避免人类甲徛鹅抢鱼食。另外，还佫暗算要增加人工的收加新的生态地，希望会当增加非洲徛鹅的数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北欧芬兰今年的热浪是热到有春，甚至到一直到即阵，当地出名的耶诞老人村游园时也未落雪。在去年这个时阵，当地是已经零下12度啊。囡仔看到圣诞老人走去甲揽掉的，欢喜甲一直跳。伫芬兰北部罗曼尼米的圣诞老人村，伫北极圈以南6公里的所在。照理讲，即卖应该是雪落甲正高，但是即卖温度2度，也无到落雪条件。不过伫去年这个时阵，温度是已经降到零下12度。游客来到芬兰的圣诞老人村，看到拢无落雪，加减会失望。Anxious about the future, a little bit sad because it's our fault. Figured it would be much more snowy. I mean, it still feels like Christmas just because it's everywhere, but I figured it would be a little bit more Santa-like, if that makes sense. But it's nice to see the kids, they're super excited, so that's kind of pretty cool to see as well. So. 天气安尼生，甲全球暖化有关系。本来来遮游客除了甲圣诞老人翕相，也个人耍雪、蹲雪人，甚至坐顺路雪车耍，感受圣诞节的气氛。不过即马拢也无落雪，圣诞老人只好讲好佳在伊的路也个会飞。We can see that the climate change is true, and it's affecting the reindeer. It's affecting the life here in the Arctic, but. As we don't know yet how it's going to affect that. One prediction is that we're going to get more snow. It will arrive later. We will get more and it will stay longer. But we'll see. We'll see. 圣诞老人村邮局的精灵助手，伫咧整理对世界各地寄来要互圣诞老人的批，今年总共收到50万张批。除了讲家己的烦恼，甲厝内人朋友斗阵的问题，也担心世界危机。Usually, at the end, there's always some positive view for the things, and at least they are able to tell Santa. So at least they have someone to send the letter to, and I think Santa is very important at that part. 壁顶有挂游客甲圣诞老人翕的相，其中有一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来遮时阵翕的，有一寡囡仔是逐年拢来。因讲今年的圣诞老人看起来甲去年无啥共，不过现场的气氛也是互人感觉真快乐。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15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下晡3点再相会。